衫揀好，底妝化好，爭條眉啊，到底點搞好呢？我又唔係好識搞喎，點算啊？好煩咩？等韓秀美幫下你啦。好啊好啊。咁今次琪琪同眉呢，其實本身問題唔算多嘅，但係唯一一樣嘢就係佢啲眉毛比較粗身，粗之餘呢，佢有啲位比較疏落咗，咁所以我哋今次呢，最主要就係幫佢將個紅底改善啦。第二就係填翻佢嗰啲窿窿，令到佢呢聚焦翻所有毛嘅份量去翻尾部，強化翻前邊最多毛嘅狀態，試個效果就會立體自然好多噶啦。我整完台眉之後覺得好靚同埋好開心，而家設計咗嘅眉型咧，改善咗我原本好多問題啦，同埋出街咧最主要係唔使再煩自己畫咩眉啦。另外最重要嘅係我男朋友終於唔使等我畫完眉先出街，仲要佢由朝到晚都可以見到我有條眉喺度啦。我好想多謝我嘅眉師，因為佢嘅手法好專業同埋好細心，慢慢分析我嘅眉型之後，再教我點樣一步一步咁樣去修飾自己嘅眉，同埋同我分析翻邊一隻顏色啊，邊一個眉型係啱我。我覺得佢真係好專業，同埋好多謝佢啊！另外喺整嘅過程入邊咧，我係覺得好舒服同埋冇乜感覺嘅，最後整出嚟嘅效果好自然同埋好靚啊！而家韓秀美做緊半價優惠，只需要1490就可以做到霧眉或者飄眉，仲包半年保濕1次添，快啲過嚟一齊試下啦！